今日介紹嘅就叫做 Original 系列，全組鋁合金有原子筆、鋼筆，而鋼筆咧有兩支，佢最特別嘅咧就係第一次有細尖同大尖嘅。咁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嘅，因為大尖嚟講咧當中只有 Super 系列嘅啫，咁而家咧佢係第二支係有大尖嘅。咁你如果相對嚟講，你睇到嗰支尖嘅細同大嘅分別，咁但係咧如果你寫細字，當然係細尖060就會好啲嘅。大尖比較軟彈啲，你寫啲字可以大啲啦，或者寫花體字啦。至於筆夾方面呢，佢個筆蓋就已經連埋筆夾，仲唔需要買筆夾添。咁呢個係細尖啦，咁動起上嚟全部都係鋁合金嚟嘅，個握位都係鋁合金。呢個係大尖啦，佢係一支最後嘅長筆介紹，咁所以呢，就係用標準嘅吸墨器，係長嗰隻。咁而最突出嘅呢，仲有一支原子筆，呢支原子筆其實好靚嘅，好似棵樹咁，扭蓋嘅。有興趣就快啲嚟買啦！